好，欢迎转到现场。今日咧，好空比波波本太家己嘅咧，系咧青藏岛嘅剧团哦，就是六二剧团吼，也就带来咧新嘅戏剧哦，喊做孔融唔用理啊，吼，孔融唔用理，孔融不让理吼，可能係大朋友、小朋友吼，其實就有啲課本吼，當中有學過嘅伊咧算係歷史典故係冇，不過佢嘅故事內容吼，通講係冇共用嘅係冇。对，这个故事内容呢，跟我们过去所知道的这个孔融让梨哈，有可以说有一点不同，但是也有一点相同。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一次我们这个做孔融不让梨，我们是从不让的角度出发。哦，唔用就錯嘅，對，因為大家就知道笨蛋咧，孔融唔用梨吼，係講佢就會留佢嘅梨嘅，用本佢嘅阿哥安尼，孔融係露台就錯嘅安尼用嘅方式，唔過也係唔用梨呢，對啊。对，我們就是從一個完全相反的角度出發，就是說，從不讓啊，如何從不讓的角度呢，到最後卻可以得到一個可能跟讓相同，或者是比讓還要更好的一個處理的方式。對，這個是我們在這出戲裡面啊，跟這個歷史典故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的一個角度。咁就畫面後也係看到嘅，就係去年底嘅做一隻戲劇嘅表演的演出的畫面就錯嘅，像這個現在看到的，也就是去年的。那去年老今年，它有係劇情係共用嘅，內容係共用，不過演員有做一類改變的，係對，演員是完全不一樣的演員啊。那當然，這批演員呢，是我覺得更強的啊，更厲害的，所以觀眾朋友一定是覺得值回票價。不過第一下畫面後，都你看到真嘅有一啲梨嘅，係冇？是真的有一個人偶造型的梨哦。對，因為這是一個兒童劇啊，所以呢，我們在這裡面呢，也把梨這個角色哦，當作是一個人物，把它擬人化了啊，就是有一段擬人化的一個演出，就是梨它不只是我們吃的這個梨，桌上的水果，那麼在這裡面呢，梨也有一點心理上的表現。佢可能去咁樣上講愛本萬年色安尼。對，有這個很無共用嘅角色安尼。唔講好大家知道嘅孔融吼，大家就會知道孔融用梨啊，也擺喺唔用梨嘅狀況之下吼，那上講吼，係唔係跟着時代的潮流冇共用嘅，也係可能要來分享，來做一咧東西做得分享，唔過做唔得損害自家利益安尼想法來做一咧唔用梨嘅一個故事呢。對，就是呢，因為在這個故事啊，其實大家都很熟啊，在《三字經》裡面呢，就是融4歲能讓梨這個典故，其實對所有的人來說，大概都就算沒有背熟《三字經》，大概也知道這一句話。沒知道也還有一個美德，聽說按你抽。對，但是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包括有很多的家長，對這個歷史的典故也提出了很多的疑問啊。如果我們現在在繼續宣揚這些傳統的美德，可是卻沒有現代的精神哦，我想對很多小朋友來說，他一定會覺得這個是很古板的東西。那我們就希望在這個題材裡面呢，加上一些新的角度，大家去想說，如果我不讓怎麼樣？那當然從這個孔融的不讓的這個角度呢，那我們也可以投射到現代的一個家庭生活裡面，一個人際關係裡面。那麼其實現在大家都覺得這個要讓哦，好像已經是很過時的東西。如果現在我不讓的話，說不定在不讓，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就是我又不損害到自己的利益，然後又可以跟所有的人一起分享的時候，那這樣子的角度是不是比傳統裡面一直在講說我要讓，結果自己好像犧牲很多，很可憐，當菜哥啊，對，很可憐。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更好一些，更符合時代的這個精神？對。不過照樣歷史大風吼，真正係孔融佢嘅佢嘅阿哥，就係孔包一隻角色吼，真正係因為孔融吼做咧用梨本唔咩吼，也擺佢唔用嘅呢，佢嘅阿哥一隻阿哥吼孔包吼，佢會用嘅唔識得到梨哦。哦，最後還是吃得到，吃得到，還得吃得到，吃得到，因為最後孔融用不讓的方式，雖然是不容，他是用更聰明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呢，我最後還是吃得到。嗰時候你一擺吼，喺去年嘅時間有做也演出冇，有參加也冇。啊，你一擺看到也劇本嘅時間吼，看到也孔融唔用梨嘅時間有乜個想法？哇，不讓誒。一開始我在看這個故事的時候，感覺這個哥哥阿狗在這個劇本裡面，感覺角色形象不是那麼深，
跟团长讨论完了之后呢，发现我们要给它一个功能性哦，就是可以比较娱乐一点点。然后这个孔融他比较聪明，哎，就是嗡嗡哎，康龙，对，我就是康老师啦，比较老实一点，把这个孔包的角色变成这样子，就孔包常常在出包，对，就变成这样一个趣味性在里面。对，我说新米其实黑太家就是那种，因为俺唐讲吼也剧情低度吼，出题呀露台呀，还有阿哥啊，为了抢爸爸妹为了抢黑毛，爸爸妹为了黑毛。对，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式哦，就是说，即使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看起来啊，都好像角色上面呢都有一些区别，可是他们一碰到梨这个食物的时候，梨这个水果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哦，对，因为他们全家都很爱吃梨，所以呢，他们碰到梨之后呢，就每个人都抛弃了这个身份之后，就想要来抢梨。每个人都对梨哦，就是忘记了自己应该要矜持要保持自己的形象，都没有这个东西。那就因为这样子呢，所以这出戏它可以创造很多这个闹剧的喜剧的这种效果。那么以去年来说呢，其实现场呢就让很多家长、很多小朋友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新鲜的一个方式，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喜剧的节奏所有的人在抢梨的这个过程里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啦或者是说制造出来的笑料不会太粗暴了哈，不会太粗鲁啊。不会，它只是一个象征式的一个方式。对，我爱想吼，因为刚才有讲到吼，亚梨的吼，你亚剧情低度会轻松优的，我就知道亚做喜剧和大家小朋友做在看，其实大朋友没做在看的，因为亚梨吼可能係啲神法低度的浅，可能係唔清充实的东西，可能像小朋友唔清好食考克力。有冇人就會知道壓力嘅，其實就係牙老牙阿哥啊、露台露妹啊，啲嘅搶嘅嘛個搶嘅考克力啦，係佢好食嘅東西，冇聽錯會理嘅，其實佢有冇共用嘅意義吼，對於大朋友來、小朋友來講。对，对小朋友来说呢，它就是一个食物但是我们在戏里面呢，到最后其实我们强调一个观念，就是有一个有趣的这个连结，因为梨它的发音跟礼貌的礼，它是发音很相近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这个孔融他就有一段发挥了，他就说礼者礼也。他就把这个东西拿来，就是有一个象征的含义。他说这个礼呢，其实就是礼貌的礼。那么礼呢，就是礼让，礼就是要重让，要有互相让的这个心态，才能够做到礼貌的标准。这里面是这个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问题是我们在做让的时候呢？最后就是说，他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就是说，那怎么样可以？因为大家就做在懂分配，对，就大家都喜欢，懂后安呢，对，大家都喜欢，然后这个分配是分配的很平均，然后最后自己也能够得到一份，自己的利益也没有被伤害，没有被牺牲是这样子。所以对大人来说，我觉得大人就是我们说小朋友看热闹，大人看门道小朋友在这个戏里面呢，就是嘻嘻哈哈觉得开心，对。观念呢是进到他的脑袋里面我们把它当种子一样。但是对大人来说，大人看的呢却是这里面比较深奥的这个道理。咁咩可能做戲歌後就做得教七家嘅小朋友，對，咩做得安尼。唔講我哋知道兒童劇吼，出題做得本大家笑笑啊，吼笑一下吼，較歡喜。唔講咩做得啲兒童嘅劇情低度吼，咩做得得到動到嘅數目就錯嘅。像阿群啊，唔做按到嘅兒童嘅戲劇咩吼，你知道啊，做乜解會按好呀戲劇就係兒童嘅一部分哦。一開始接觸的時候，其實就是接觸兒童劇比較多，然後呢。也當然也嘗試過一些比較成人的舞台劇的表演，但是在兒童這一塊呢，其實比較自得其樂，我應該是這樣講嗎？應該是怎麼講？其實跟小朋友相處起來其實蠻愉快的，尤其是最後結束之後，對，其實很簡單的方式去得到他們的一個掌聲之類的。然後在結束，譬如說剛才有講拍照的部分，然後我們就每次演出結束都會拍照，那個小朋友看你的眼神那種感覺，崇拜，對，然後就看他們很開心的表情啊，對，那個是很。其實也唔係咧虛榮感，係唔啲知道你嘅片帶本大家歡喜。
快乐啦吼。不过亚洲呀儿童剧的时节吼，还唔系会有懂得会抽型啊，有很多的造型啊，就是要讨小朋友欢心啊。还有就是在儿童剧低度吼，是不是在讲话的时候你的音调也要有一点变化？这个可能看每个人的表演方式不一样。那我个人的解读是，不一定要用小朋友我是小朋友那种方式去表演，可能小朋友会比较用简单的文字去叙述一件事情，然后大人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比较装饰啊修饰的方法。可是小朋友的话，可能用比较直接的文字去表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我去尝试的小朋友的一个诠释的方式。不过而家较做较多的，咩迄呀中文的方言的呀舞台剧较多。像唔本身咩会讲合法，有想过爱来做呀合法的舞台剧哦。儿童剧咩青岛啊，系啊。以前还有做过，那个阿迪古。一扎那个纸风车的那个演出，有音乐剧，对。然后这次我们六艺剧团也有做那个小小茶花女。咩用合法来讲？合法来讲是新北市政府的客委会的部分的。我说也会练呢。有哦。因为用合法来做演出后，又要再过一关，又要做一下来做一类合法的语言上吼就会老李给安尼讲起来，像团众甲下有冇？你这个讲这个会录讲会录的，因为行业其实伫咧讲的时间，老早起迄青木强用吼。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几句简单的用语，听当然都没有问题，几句简单用语是也还勉强可以。可是它一旦要变到是舞台上面的表演的时候呢，那又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嘿，真劲，嘿，唔记得台词的时间用改善。努力想，一生都瞬间都划过去。呀，嘿，唔记得的时间吼，嘿唔系顺风的人就会天数的吼，嘿无顺风的人的时间就去甲。少少要做得高吼，系无？唔过你亚从事亚洲亚舞台剧，迄几多年的时间呢？从大三到现，应该有5、6、7、8年。5、6、7、8年，哎呦，按从5、6、7、8年，按久的时间，这个有吃到清欢喜啊，含咧清泰的书目系嘛个？还有含较多的学习就错。对，因为我比较不安居乐业啊，对我一直在尝试新的表演方式，对，一直不断的尝试，像可能前一阵子我有去出国做表演，其实那段时间刚好是让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呢就一直在尝试不同的表演方式，最近年来就是出国回来之后呢，发现可以尝试编剧导演，对，所以这是一直在尝试不一样的方式做表演。哇，安尼咪清好呢，无一法吼，一出以来吼就见迄团众伫咧写、伫咧导啊，咩清忝啦吼，要有新的人才来入来吼，来向下来做呀儿童剧，含迄做呀戏剧嘅部分，要迄大家可能都会懂。行为事情啦吼，因为也他可能有懂得的休商人会知道亚洲戏啊，含迄做戏剧啊，做幕后演出咩强用啦吼，迄类清。无人可能到的东西，可能要无青苔的成就感，也咩迄一类青苔问题啦吼，人才也部分系冇。对，其实现在很多人他们接触表演啊，他们是看到舞台上面的光鲜亮丽，对，看到就是有上台有掌声，灯光打下来，这个感觉好像是真的是在这个世界的中心啊，所以他们就很想要参加戏剧的演出，他们是做表演的部分。可是事实上呢，就是一个演员他能够站在台上，那其实很多看不见的人才是幕后的推手啊。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像编剧、导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可是呢，在台湾因为这个部分接触的人很少，大家比较少看到，接触的人少，那么人才就少。那像阿宽他就是触角伸得很面向很多，有安内想法的，对，会鼓励他啦。对，当然要鼓励，我们是拜托他帮我们编剧啊。拜托安尼好，下一趟呢吼，来小姐就去孔融的阿哥吼，就係阿寬孔寶的角色咯。下一趟呢，佢孔融吼落台就嚟到現場嘅哦，也下先嚟，可以下定下就嚟小姐呀孔融唔兩二了。